送天津医院啊！天津医院干嘛？哎呦，我这肩膀疼！别动了，大爷啊！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动了，因为可能有骨折啊。没骨折，你先不动了啊！我们看一眼，给您送医院啊！送医院干嘛呀？我没事。您别忙啊！头上有外伤啊，得去看一眼啊。没有，头上没外伤。行，您先别动了啊。测血压，测血压我没外看一眼，伤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看一眼啊。专业的。是这肩膀疼吗？疼吗？后面，往后头啊。这儿疼是吧？后头。离着疼。来这边吧。我扎吧。平时有什么病吗，大爷？我医院干嘛呀？这是。马上，大爷啊，咱马上进医院了啊，到医院看看去，好吧？没事，咱也看看，放心，看看这肩膀怎么回事啊？肩膀没事啊。哎呀，这右侧肩膀，这边肩膀疼又。啊，你让右边肩膀疼啊，别动了啊！别压他那边胳膊。老师，这个得进抢救室。怎么了？他这一大片皮肤全剥离了。啊，别动啊，别动弹。我看一眼。那联系上家属了？没有。走，进去。怎么了？怎么受伤？没受伤，这肩膀疼这些。腿的骨头应该是没事，我看他一直动，但是整个皮肤从这儿给裂过去了，整个给全部都裂了。在这待着。你怎么回事？干什么？哎呀，来，我看看这个表啊。看嘛表？你给我弄起来，叫家属来呀。大爷，家属电话您记得吗？家属电话。啊。电话多少？家属电话。家属电话想不起来了。您想得起来哪个电话？397是我的电话。除了您的。除了我的。家里座机有没有？座机也行，慢慢想，不着急。想座机也行啊。手机在车祸中遗失，头脑一片空白。此时的大爷无助的像个孩子。等会儿呢，就现在刚问来一个，不知道这个号。有人接吗？没有人。哎，打通了吗？是交警吗？是。然后你现在记个手机号，9397。这个要么就是大爷的电话，要么就是大爷家属电话。我们现在打没人接的状态，你通过这个电话肯定能查到相关信息，行吗？没事您。那我抓礼貌了。师傅，您查到了抓紧告我们一声，行吗？廖半您。哎呀，来人了！有人吗？怎么受伤？这哪个医院？喂。多方辗转，急救小组终于通过民警联系上了大爷的儿子。认得吗，老爷子？啊，认识这是谁吗？谁呀？你行，没事，你们说话。怎么样？头疼？不疼，叫你来了。没事，我来看看你了啊。